Kenny 同大家嚟到九龍區最名貴嘅山之一筆架山，去翻九龍塘地鐵站嘅屯馬線、觀塘線只需要4分鐘嘅車程嘅啫。而喺九龍塘地鐵站嘅上蓋咧，有佔地接近100萬平方尺嘅飲一城商場啊，擁有超過200間嘅店鋪同埋食肆啦。再加上我哋居高臨下嘅筆架山，就正喺擁有全港最強學校網絡嘅九龍塘旁邊啦。喇沙啦、拔萃、瑪利諾，大量嘅國際學校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去感受下九龍筆架山嘅巔峰 Beacon Peak。身為一個筆架山嘅豪宅力作，當然有一個自己獨立嘅電梯大堂啦，咁先顯老闆你嘅尊貴之處啊嘛。而且發展商亦都標佈咗個超級巨型嘅大鞋櫃啊，剛剛數過20-30對鞋咧，完全不是一個大問題啊。入嚟室內面積望望先，嚟到呢個410平方尺嘅大客飯廳咧，相當地誇張啊！我哋飯廳整體空間咧，要擠翻張10人嘅大餐桌係完全冇問題㗎。你擁有呢個單位，我相信所有嘅生日 party 啊、朋友派對啊，甚至乎結婚前嘅 party 都係喺你屋企搞，你一定好忙啦。接着奏樂，接着舞。過嚟呢個客廳望望先，我哋客廳個寬度咧，呢個位置差唔多接近有4米嘅，咁4米空間再配合埋呢個3.15米嘅樓底咧，整體感覺上咧非常地宏偉啊！睇睇我哋主角部分露台先，哇！每次嚟到呢個露台咧，非常地詫異，究竟呢個係一個露台定係平台咧？我哋唔屬於一個3合1露台，但係我哋呢個露台個寬度咧有成3.3米嘅，再配合埋呢個山景咁 city 嘅市景，望翻呢個咁宏偉嘅景觀咧，收工翻到嚟望一望，咩壓力都唔好晒。OK， 入到嚟我哋呢個女士小天地咧，你唔會覺得少啩？超過110平方尺，裝咗3大品牌巨頭 Gaggenau、Miele 再加10C，左手邊就係雙門嘅10C巨人大雪櫃啦，左手邊 Miele 微波爐啦、焗爐啦、3-5支嘅紅酒櫃啦，右手邊咧亦都係 Miele 嘅抽油煙機啦，3龍頭咧非常地誇張啊！而且我哋呢邊仲配備埋呢個 Miele 嘅洗碗機，雖然唔使你洗碗，不過工人都會舒服啲。過嚟呢邊望望，呢邊咧做翻工人套房啦，有效帶翻大家都有翻個強勁嘅私隱度。Later。跟住去寢區望望先，嗱，寢區部分咧左手邊咧就配合咗第一間細房嘅，咁發展商呢一間細房咧就做咗個書房嘅空間啦，但係唔好睇少，都有130幾平方尺嘅，相當地誇張。過嚟客廳隔離嘅套房望望先，嗱，呢一間套房咧就屬於一間細套房嘅部分啦，但呢間細套房咧亦都相當誇張啦，6尺床、6尺衣櫃完全冇問題啊，採用翻自己一個套車設計啦，入到嚟咧成個感覺呢個灰調啊、深淺灰調咧，成個感覺非常地舒服啊，雙鏡櫃做咗浴缸設計，非常地大氣啊，整個單位咧，我覺得最焦點之處咧，佢接近創咗一個蝴蝶式嘅設計喎，記住4房竟然可以做到蝴蝶式，當然冇咁誇張啦。我哋就算點都好，都有少少短咗個走廊，分間住呢度3個部分，一個浴室同埋2個睡房嘅。先睇細房，呢一間細房嘅闊度亦都相當誇張啊，13.5尺，做翻6尺床、3邊落床，再加大衣櫃、再書台、梳妝台，味道俾到你。廳房同向都係望翻個翠綠嘅山景加 city 景。主人房之前睇埋個客廁先，嗱，客廁方面咧，整體空間非常地大啦，做咗呢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嘅。雖然用咗呢個1500尺嘅空間啦，但發展商冇浪費任何1分1寸空間喎，做晒啲層擺喺度俾你擠嘢噶啦，做咗個雙面大鏡櫃啦，儲物空間非常地充足啊。主人房相當地誇張，一個1500尺嘅單位，310尺就擠喺我哋主人房呢度，左手邊就衣帽間啦，唔講住，先過嚟呢一邊個位置望一望，主人房擠床嘅主體面積空間亦都超過